就係最近炒到好熱嘅。係啊，但咧就睇嚟好似有啲新聞喎，但係又唔簡單喎。咁啊，啲報紙咧就亂咁噏，就話中共發窮惡湯娛樂圈大碗啊！中共發窮惡，范冰冰幾好表情啊，係嘛？係咪真係個手巾仔啊？抹眼淚嚇？咪呢個演技真係好啊！佢真係。唔係講得對。但我政法委講一句説話，整治嗰為富不仁咧，陸續有來。呢句嘢有咩玄機咧？有㗎，佢整治呢度咧就係，同埋咧就跟住咧就係所有嗰啲叫你坦白從寬啦，自首從寬，咁你啊送你4個字。真唔係共產黨，共產主義翻轉頭。問你驚別，即係坦白從寬啦，自首嘅。走佬啦可以。我又唔係咁睇喎。以我個人睇法，我真係咁睇。因為我哋睇個世情咧，會宏觀啲。你喺人哋個地盤揾食，有個遊戲規則嘅，賺幾錢打幾多錢稅，有個遊戲規則嘅。喺歐洲同埋美國啊、澳洲咧，呃稅係最撚大罪，坐監㗎，好撚嚴㗎，係啊，好撚嚴㗎。所以啲人咧就咁啊！呢度講話涉及黨內權鬥喎，係咪咧？嚇！又喺度講話涉及黨內權鬥喎。喺度啊，講黨內權鬥。咁啲報紙講到估下估下啦。略講下啦，呢啲咁嘅叫做半八卦新聞，佢又唔啱。又扮唔晒。因為佢都係一個幾大件事㗎，好似罰咗佢維港紙10億㗎，8億白人仔啊嘛。首先要講個背景啊，講個背景先。就算喺香港自由世界，喺歐洲、美國，大家都知道咧，喺娛樂圈咧，你冇背景咧係好難出位嘅，係咪？風平浪靜，你冇背景人士咧，你都難出位。何況喺啲極權國家咧？好啦，有啲就家境富庶啲嘅，佢咪容易打點啲咯，但都唔係一定贏嘅。咁啊，個人嘅努力咧真係好重要。當然嗰個有2分知識呢個基本步添啊，如果女仔就。咁但係佢最慘嘅過程咧，由你入電影學校開始，由你考入電影學校開始，而家考入電影學咧都要使一筆錢，唔係你話去讀就有得讀。要錢，報道學校又係要錢，唔平添㗎，我知道。去學嗰啲喺加拿大有啲比賽嗰啲咩冰球比賽啊，嗰啲特別學校喺哈爾濱嘅，有人托我，哇！原來入去體委會入邊嗰間學咧又係使好多錢。又要使錢。而家中國你係無財不行，步金嘅，冇金你冇金銀衣紙。真係步步金蓮啊！咁啊變咗佢哋咧真係過五關斬六將，所以入得去喺得娛樂圈揾食啲女仔咧好硬淨，非常硬淨。你唔夠硬淨咧，你就已經係脱離㗎啦，唔會喺度生存。任人魚肉又得，任人鬧又得，有人點樣侮辱自己都得嘅。佢一定向住目標前進，所以佢哋咧好苦練嘅。所以你睇下章子怡嗰啲嘅功底啦，係嘛？唔係講笑啊！佢真係有功底先拍到㗎，係好苦練。除咗有功底，仲有心計啦，仲要搞埋堆啦，又要攀人梯啦，又識攀連邊個上位啦。咁啊變咗各出奇謀。我對喺電影學校出嚟，咁多人畢業，每一年每一季度咁多人畢業，你點樣令到人請你拍戲咧？你啱畢完業冇理由你一出嚟就有做第一主角㗎啦，係咪？係嘛？有個配角差唔多你想攝個鏡頭都唔係咁容易啦，係咪？都要左台右台人啦，啱唔啱先？所以變咗佢哋咧，就多數咧就埋嗰啲官府嘅手嘅，即係邊啲單位係管娛樂圈嘅，佢又好識走位嘅，所以個個咧都有背景嘅。所以喺國內咧，你千祈唔好得罪啲有鬚窿
寧欺少年窮，莫欺有鬚窿。佢失驚無神咧，溝咗個軍佬咧，屌你兩啲命都冇，係咪啊？係啊，所以走江湖咧大忌，千祈唔好得罪嗰啲女人。佢隨時可以富貴，隨時佢可以害你閉翳。好啊！佢嗰個咁畸形嘅社會咧發展到落去咧，跟住個社會又發展咗咁多錢咧，就一啲由一層層嘅官仔咧，嗰度攀完，佢有名啊嘛，有名嘅時間，特別有權力啲大官咧，佢都係凡人嚟啫，凡塵中人。咁啊，人性咧始終都係特別中國嗰啲幹部咧，一定係走唔過嗰個酒色財氣。佢冇呢種訓練，點解避過酒色財氣咁？冇嘅，係好正常。好啦，咁啊各自為政啦，咁啊各自發展啦。咁喺佢哋嗰啲咁嘅，因為佢中國所有傳媒、所有娛樂圈嘅單位都係官府嘅單位嚟㗎，係咪控制晒嘛？咁你嗰啲省嘅，咁啊喺嗰啲省電視台啊、市電視台啊，各有各搞咯。大家睇到㗎，中央台嗰啲咪搞高級啲咯，係嘛？嗰娛樂圈有名嘅女仔咁咪搞啲大官咯。咁我哋據傳啊，喺嗰個路邊社消息，咁范小姐好好運，俾個三精八伯咧就睇中。三精八伯咧又冇兒又冇女又冇老婆，咁好，揾個撚咗去做代理人，即係有人想攞批文攞咩成，得啦你揾阿靚妹啦咁。咁啊佢所以佢咁撚多錢罰都冇所謂。屌好撚濕碎啦！因為佢嗰10億咧喺中國嘅行情啊，譬如公佈出嚟罰你10億，要你上繳咗10倍咧先至係罰10億。即係話譬如有個幹部，而家咧就告你5000萬，實際咧你上繳咗9000，上繳咗9億幾啦，先至話告你貪污5000萬。口頭係啊，咁我相信應該佢上繳咗過百億。但啲錢唔係佢噶嘛，即係佢做代理人，當然佢係話有佢嘅緣分啦。咁啊，跟住罰10億。好啦，咁譬如話有3幾百億擺你呢條靚妹度，佢又同意唔講嘢，咁你上繳咗一筆大錢，罰埋錢，罰埋呢筆錢咧，就令到所以佢寫嗰封道歉書好好嘅。佢真係個黨栽培佢咁，事實嚟㗎，即係有個黨棍栽培佢㗎嘛，佢先係啊。黨棍咪即係黨咯，個黨棍係代表黨執行工作栽培佢咁嘛，所以佢冇講錯，完全絕對冇錯。啲人話佢黃鳩，就一啲都唔黃鳩，係你黃鳩。但佢而家咧，佢就安樂啦，因為佢清咗劉曉慶呃水千百萬都係坐監啊，佢唔使坐喎。會係喎，10億唔使坐喎。罰10億佢唔使坐監啊！佢錢冇所謂，唔係自己印噶嘛。譬如我3幾百億，你上繳100億，再罰10億，都仲係2、300億喺手喎，大佬乜嚴撚咗喎，所以好撚精神㗎。自由身喎，跟住咧日本做撈數咯喎。但因為佢係幫咗個黨做嘢啦，咁啊個黨咧就可以咧向而家其他嘅人開刀啦。嗱，佢都罰10億啦，僆仔你哋自動繳械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咧亦都震懾咗佢背後嗰個三精啦。所以今晚我哋嘅節目主題咧就係范冰冰扮烏蠅食山精，係嘛？助黨抽水成功，佢幫個黨抽水啊嘛！即係嗱，我都上繳8億幾人仔啊！咁佢哋其他嗰啲咧亦都好多背景㗎。你諗下最簡單，即係話冇人俾咁高價請一個人拍電影㗎，即係有人利用佢哋呢個咁嘅環境咧。你要好高價，佢都要請你㗎啦，因為嗰筆錢係要俾我嘅，你係再收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所以搞緊到咧都咁撚貴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明唔明白？而家你哋明唔明啊？所以佢乜撚嘢戲都接緊咗唔開咧，佢都殺撚你訂，又係代嘅。其實嗰筆係另類嘅錢嚟嘅，佢做緊咗代理人，代某方面嘅人收錢，做咗豬油仔，係啦，仲收錢。呢個啊，中國嘅我哋真係小巫見大巫咯。呢啲又係人海傳奇，呢個正式大收租婆，哈哈，又係收租嘅，收租婆呢個。咁人哋係喊得好凄慘喎。
冇㗎，佢哋有咩所謂啊？日夜嗰個做戲，你隨時笑啊，得閒咪得嘛，做演員。如果嗰啲係工作嚟㗎嘛，表現良好咁係嘛？一啲錢唔係佢㗎，所以啲人話：哇慘我唔記實，屌啲錢都唔係佢，啲錢都唔係佢嘅，罰幾多都唔關我事。你唔罰佢，佢俾翻人㗎嘛。大家佢咁樣罰咗8鑊咧，佢俾咗嗰個大佢屌你搞撚掂咪算數啦，你嗰啲有證你自己搞撚掂啦，你燒撚到嗰度算數，所以佢好撚安樂㗎，好撚安樂。咁咪反而隨時賺。有好多人睇唔到呢一 part 㗎。唔知啊嘛，中國嗰個貿易戰同美國嘅貿易戰會點樣發展落去咧？唔係收科咯，今次唔係唔收科，係發展會如何啫喎？佢而家唯一咧要大貶值呢個人民幣頂佢嗰啲加關稅，即係加關稅，我貴咗2成半，我就唔使再貶值，貶多啲嘅話咧，咁我嗰個嘢出口咪一樣唔俾你關稅影響咯。而家已經全民人民幣跌破7算㗎咯。咁仲要跌㗎嘛？仲要。咁啊加上咧，或者你嗰個入口商同你買貨嘅 buyer， 佢話加關稅，我又未揾到啲廠同我代替幫我做單，你做住先啦，一人減一啲啦，我又補貼啲啦。咁啊人仔又跌啲啦，咁但你冇用啊！做埋呢一水咧，中國冇單，啲廠搬撚走晒，你人民幣貶值都冇撚用，因為國內嗰啲咁嘅勞動化5金一保啊，5保1金，屌你有冇真係打鑊金嘅？你又係投資，點生存啫？屈鳩人㗎嘛，係嘛？所以而家最近大家都聽到國內啲朋友出嚟，所有廣東省啲咁嘅低鋼。嗰啲鄉鎮位啊、城市啊、嗰啲低 B 幹部，周圍揾啲廠佬咯，你唔好走啊，唔好走啊！咁啲廠佬問緊翻佢喎，我唔走，但係領導，你嗰啲社保減啲得唔得啊？喂，呢個部門唔係我管啊，咁即係冇撚用啦。乜撚都話佢管唔撚到嘅。咪咯。稅收又唔係佢管嘅，咁咪得個鳩噏，所以咪企喺晒度咯。好多都走啦。哇！走得快好世界咯，但佢哋唔知道點解話佢而家難搞咧？佢就中撚咗猶太佬馬克思啲毒啊嘛！當而家2018年咧，仲係1908年啊嘛，係100年前啊嘛，1918年啊嘛，潮流興搞馬克思啊嘛，係咪啊？搞鬥爭啊嘛，靠個招牌啊共鳩人產啊嘛！攞個政權翻嚟啊嘛，係咪先？佢有一個思維仲停留嗰度要搞鬥爭啊嘛，咁咪仆你個街咯。咁咪仲慘過毛澤東年代。毛澤東年代咧，佢有一樣嘢就話：你唔鬥政治咧，風平浪靜咧，你係冇壓力嘅。大家都係36㗎啦，縫縫補補又3年，大家都唔撚窮嘅，你唔會唔開心嘅，即係唔會眼紅人有啊，唔會谷撚氣啊。大家都冇。係啊，大家都冇，咁你少咗好多壓力嘅。係咪啊？冇得妒忌，冇咗妒忌心，咁啊就最多坐度戇鳩鳩食口煙捉棋啦，因為練寫字咯。所以前嗰啲老嘅幹部咧，個個都寫字寫靚嘅，係咪啊？冇嘢做嘛，寫書法咯，捉棋咯。而家彈一鑊咯。個個聲色犬馬慣咗啦喎，而家嗰啲點算？所以我哋咧就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過大家睇下啦，中國嘅改革開放嚟成班人。話呢啲叫大款嘅相，睇下邊撚個好相，邊個有魚相嘅相先？奸商嘅相啊有，即係話真係做生意同嗰個做社會工作並排而行嘅，啊有教育事業，有時嘅基金會，有送好多兒童去讀書去留學，個個有冇咧？而家個撚個周身債，越有名嘅越爭得多。嚇！因為個個都登出嚟嗰個黃建林嗰啲啊，有咩撚嘢首富而家變咗爭7000億啦？點解？咁你自己上去 search 下咯，嚇睇撚樣，屌你老母！咪而家啦，以前啊，屌你媽！有人嗌食飯，我一定撚會去嘅，識佢把撚啊！嗱呢度咧就突然間咧，頻頻動作啊！冷戰或者南海。南海咧就嚟叫做擦槍走火啦！但南海咧有啲新嘅局面咧好神奇，
由英國佬帶頭揾咗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澳大利亞、紐西蘭咧，整咗聯合嘅海上軍演17日。因為紐西蘭好少參與呢啲嘢㗎，好少啊，好少甚少啊。馬來西亞都甚少，但係因為咧成咗個組合，之後佢成咗呢個五個國家嘅組合咧，大家打開地圖一睇，由馬來西亞、新加坡一延伸過去澳紐嗰兩邊咧，嗰個海域咧唔簡單啦，係嘛？佢有一個小組，即係話咧，佢都要入翻嚟你個亞太平洋咧，壓翻個位分餅仔啊！喺呢邊喺海路，咁咧有多少係針對一帶一路啊？因為點解咧？喺琴日俄羅斯結合咗幾個回教國家，哈薩克斯坦啊、吉茲斯坦啊、烏茲別克斯坦嘅幾個國家咧，搞個好龐大嘅軍演，方圓好犀利。方圓好大咧都冇所謂，你北約都大啦，北約一搞軍演都厲害啦。但最厲害咧，佢係耶穌教國家同回教國家聯手搞軍演啊！嗰度厲害嚇！咁啊少啲。耶穌教國家同回教國家聯手搞軍事演習，厲唔厲害啊？喺你中國邊境嚟，咁你嗰啲一帶一路，即係話俾你聽，你經撚過都要俾買路錢啦。呢啲係我哋嘅地盤，由俄羅斯做老大哥，咁喺嗰邊有一堆喎，即係話講南海有英國呢五條友喎，嗰邊有5個喎。好啦，仲有一套戲咧，我而家計唔到數有少少，俾佢哋搞到頭呢盤棋真係好撚難捉，突然間一變，以前金仔咧就係俄羅斯個馬嚟噶嘛，南韓咧就美國佬個馬嚟噶嘛，啱唔啱？4個月前都係㗎，但係而家唔撚係喎。南韓咧同俄羅斯都合作喎，金仔同美國都合作喎。調轉咗，係美國佬又叫台灣去北韓咧開檔咯喎，反叫金仔喎，你整咗開發區，佢又叫台灣佬去開檔，將嗰啲廠啊啲嘢搬撚曬北朝鮮喎，咪講笑喎。跟住咧，美國佬咧又部署咧，下個月咧台海演習咯喎，趁你唔好大媽個病，你又攞撚你命喎。唔係講笑啊，連算嘅，因為佢哋咧有一個好厲害咧，就話佢唔使諗嘅。總之你嗰個世界形勢畫面做到邊步咧，佢電腦咧彈一個 A 出嚟 ，A 下邊咧又有 A、B、C， 又有甲、乙、丙、丁，人哋揀㗎啦。彈 A、B、C 3個動作，3個方案，一個方案下邊咧就有幾個方案執行，咁你自己揀啦。佢而家揀緊一個咧，下個月咧就要台海軍演啦。嗱，呢班低鋼聽緊住啊！你第6中隊啊，大陸啲低 B 幹部啊，呢啲唔係阿侵哥諗出嚟嘅。佢而家打緊智能戰爭，幾時搞幾時噏，唔係阿侵哥諗出嚟。嗱，夠鐘啦，替襲啦喎，北京眼尾咁個電腦打出嚟咁啊！即係唔係人腦係電腦？唔係啊，唔係。跟住咧再公佈掟4700億出嚟，美國佬。同你中國一帶一路咧打對台，夾撚埋歐洲，咁你屌你咁你點定啊？嚇！你賺唔賺得木啊？所以咧就係話，你共產黨而家阿習先生好清楚話俾你聽啦。你係冇人才，冇真金白銀嘅才，係嘛？淨係有蠢材就多。特別你嗰啲外事組啊、楊潔篪之流啊、外交部啲咁嘅王毅大媽之流啊，你咁你再留低喺度做咧，你個國家係實死嘅。你話香港有個國某人講。好啦，而家俄羅斯嗰邊係串連咗幾個回教國家做軍演。呢邊咧就串連咗印度軍事開發合作，加上越南、菲律賓、印尼都入咗手。係啊，同俄佬啊公佈咗啦，軍事合作嘅大一幕。但呢盤棋好反覆咯，即係屌你咩無撚端端金仔做咗美國嘅馬，南韓做咗俄羅斯個馬，屌你呢盤棋真係難捉啊，係咪？幾個月間嘅事啫喎。
喂，如果既然間佢哋可以咁樣協議到冇美國佬又冇炸營話南韓乜，俄羅斯又冇炸營話美國佬掹佢隻兵，即係話咧係兩個冚家產咧係問及計啦，啱唔啱啊？即係有所圖謀。咁即係話俾你中國共產黨聽咧，你前後左右前後都撲撚更界，唔好話一帶一路啊！屌你無路可走啦已經，係咪？再南海再加埋英國、澳洲、紐西蘭、馬來西亞，馬來西亞好少咁八卦嘅，特別新加坡。新加坡更加。佢哋嗰啲鳳凰嚟噶嘛，無寶不落噶嘛，係咪先？佢拍一版參與咧，即係已經係計緊晒數。我唔知你外交部外事組你班冚家產瞓撚醒未啊？未瞓醒咧就屌你咁樣揾桶冰水淋呢班撲街啦！處理中國嘅經貿外交部啲人，你害撚死個國家，跟住自己係解內鬥，屌乜連個領導都整撚蠱，我在必不成功，屌你老母你搞乜啊大佬？你冇睇原因係有資助嘅，你冇得搞人笑啦！屌你乜你左右都如是，你去睇睇噶嘛？等而家你搞個叫做西九高鐵。啊！坐西九高鐵，屌咪調翻轉頭狗閪，屌你老母你真係起啲咁嘅死人名，冇名起啦咩？係咪啊？呢個叫風土人情啊嘛，起名好緊要㗎。你打緊翻開以前英國人嚟香港，連個港督起嘅名，條馬路起個名都好多斟酌㗎嘛，唔係咁樣粗疏啱唔啱？何志平嗰度咧，就再又有新料出現喎，點睇啊？都係唔俾佢保釋，唔俾保釋就梗㗎啦。但係估唔到佢咁樣鬧哨咯，涉及嗰啲買軍火啊！屌你係咪涉及利比亞買軍火喎？屌你點搞啊肥仔！屌你都咪嗰科嘅，屌呢啲嘢真係我哋咁撚天時地利人和啦，我都唔敢鬥啊！係咪？20幾年前啊，我自己身係局中人啊，嬲到上門我哋都唔撚敢鬥。你賣俾嗰啲咁嘅美國敵對國家咧，美國佬實喐撚緊你㗎，啱唔啱啊？你賣俾自由世界嗰紮恐怖分子又喐鳩緊你嘅，你左搞搞到死嘅。嗰兩日就踎撚晒格落家㗎，屌你有冇夜瞓過攬咗啲靚女，套到唔敢去，係咪啊？住喺啲安全屋度，係咪？屌你係咪？都唔係嘅，有啲又好撚巴閉嘅，有啲你唔知佢背後嘅老細邊個嘅，佢冇自己出名。因為佢背後大老細都係國家政要嚟噶嘛，多數都係自己操控翻，即係只不過俾班經紀出去賣。但係做嗰啲經紀嘅唔係普通人嚟噶嘛，咁啊有咩問題？嗱咁啊，中共咧就密令啦，留美嘅高幹子弟嗰啲仔女咧就要回國喎，點解咧？佢驚做人質啊！俾美國佬捉為做人質，揸女銅像啊！做人質啊！第二咧就驚第一呢個都係第二嘅驚啫。另外佢捉翻啲仔女翻去咧，佢控制翻啲仔女咧，就唔俾嗰啲高幹咧諗叛變啊嘛。啊！即係又係拎翻人哋啲人質翻去做人質，自己做佢做人質冇理由。即係始終都係人質，只不過係外國出嚟做人質定我拎住嚟做人質？拎翻嚟，喺翻自己手度控制到。你一有啲嘢唔妥咧，要你冚家產。所以佢而家最近我哋睇嗰啲報紙賣出嚟咧，佢連嗰啲教師啲護照都上繳啊嘛。淨喺國內做教師嘅人有護照都要上繳喎。哦，幾萬塊。教師個護照都要上繳。係啊，唔係講笑喎。即係學翻以前嗰啲滿門抄斬、豬列狗組嘅好似啲。但又唔到阿習先生唔驚，我哋好同情佢，因為國內咧各據山頭，佢之前咧就嚴打貪腐，當然得罪好多既得利益者啦。咁啲既得利益者咧就背景亦都唔係善男信女啦，可以乘機反撲啦。每一個轉朝換代換過大老闆嘅人都要用翻自己人，一朝一天子一朝臣。咁你稍為會操之過急，換撚走晒嗰啲個山頭大哥，咁啊換撚晒自己人上去，嗰個社會咪會反彈咯。我哋睇嗰啲報道咧，
習大大咧都犯咗呢個錯誤，心急啊！通常冇乜嘢教養嘅人，冇咩修養嘅人，一坐上呢啲咁嘅權力咁大嘅位咧，佢唔係想做衰嘢，佢好心急想做好嘢俾人睇，建功立業啊嘛，係咪啊？啱啱啊？係人之常情嚟喎，係咪啊？佢呢個係人性，同埋亦都唔信先朝嘅人，因為佢哋冇受一個好正統嘅政治文化嘅訓練，呢個係英國人先有。所以你譬如話你讀政治學校，你去英國帝國學院，咁你讀到嗰個做領導人、做管個城市或者做一個國家嘅君主，係應該點樣控制？佢控制嗰殖民地都幾百年啦，咁多國家啱唔啱啊？所以管理個社會咧係有套，唔會操之過急。佢好有耐性。譬如話莊人死咗，或者陳日新死咗，或者某個輪長死咗，佢要物色定一兩個人喺身邊咧，接佢個位，做翻個新界王，係咪啊？有政策咧就唔使話冚冚聲推。即係有定啲接手嘅人喺度跟住先。嗰政治手腕咧係好穩定，好穩定，冇大鑼大鼓㗎。就算以前開發阿彭定康話開發個將軍澳都冇大鑼大鼓講好多嘢，我哋將嚟提供幾多單位啊，乜冇㗎，有冇聽講冇㗎嘛？開咪開咯。好似話整大將軍澳咁咯，係買埋咯，有個將軍澳開發計劃咁㗎咋，幾個字仔報紙登下出嚟㗎啦，唔係學而家呢班冚家產九流嘅殘神啊，乜都係咪啊？係咪咁先炒得起啲地皮嘅？唔關事，個心怯啊嘛，冇料嘅人先係大鑼大鼓啫，係嘛？我以前喺國際度都做咗啲好轟動世界工作㗎，都冇大鑼大鼓㗎，都有份參與。涉及啲大嘅強國嗰啲總統嘅選舉，係嘛？有一單咧就有單仲俾人牽涉到，屌你懷疑我有份支持佢哋揾架貨車再成貨車炸彈撞撚入總統府，屌你咁樣？冇佢黐埋過嚟嘅，唔知我有冇俾意見啊？我屌你乜？如果我俾意見，邊咁撚戇鳩啊？你使成架車啊？咁嘥我。咪用$100搞掂啦，我又先。唔係，邊使咁撚戇鳩啊？你撞都撞唔撚到啊嘛！或者總統府咁撚多閘，咁撚多大門啊嘛！你撞幾多度啊？係咪啊？嗰門越嚟越細噶嘛，唔通嗰門越嚟越大啊？屌佢殺人嚟！嗰啲人架仔總統，屌你乜騰心啊屁都冇㗎，做大事嘅人係好唔會學而家啲香港啲人嘈喧巴閉，叻唔撚切，特別啲咁嘅大媽人物，個撚個行出嚟衰收尾嘅。你話幾多個大款行出嚟就衰收尾啦，係嘛？仲要現眼報得好快添，我頭講緊點二頭。咁而家你睇下佢哋娛樂圈，你連香港站明星都死喎。因為佢冇收人咁多錢啊嘛，佢一同你洗黑錢啊嘛，死撚高咗就點你嗰度咧開間公司俾人裝，話嗰度咧就唔使納稅乜滯嘅，新疆無頭個鎮嘅知唔知啊？有一個開屌你有冇中緊債招？而家香港站明星死啊，所有同香港有份拍嘢嗰啲公司停緊晒唔開戲，俾人查喎，冇戲開，跟住而家要 call 你自己交錢，佢攬住你嗰份假合同當真嚟罰鳩你錢。即係有條友帶咗個假嘅金刀入去國內，喺深圳慢慢出嚟搜身。咦？你嘅金刀假喎，你而家之前帶咗真嘅入去，換撚咗個假嘅出嚟，咁無撚端端唔記幾皮啊！屌你乜幾撚慘啊！唔係真人真事。真人真事啊！唔係講笑啊！我知道都有。嚇！解釋唔到㗎。佢帶咗啲假錶入去，嗰個大陸人，跟住俾海關查到，係作隻當你真錶咁罰嚟。佢即刻呆咗。係啊，好撚大鑊㗎！佢當唔知你係假㗎，呢個係一招。但有一個咧就自己帶一隻入去，唔撚理你，到你行出嚟咧就捉撚住你啦。就驗你隻錶係假嘅，即係話你隻冚家產咧帶咗真嘅入嚟，就話撚咗真嘅，帶撚隻假嘅出嚟。呢個都得。屌你老味！都得，你做乜嘢咯？我咪知唔知告咩？呢條咩罪？擾亂國家金融秩序啊！
屌你係咪走私啊？冇報啊！走私落嗰隻金撈值5皮幾嘢咋？嗰啲咁嘅金銀咁啊，嗰啲咩嗰啲滴啊金撈啊，罰你雙倍要俾10萬翻去先得身。撲水撲咗成2個禮拜啊，踎撚咗，通知香港人幾撚慘啊！屌你乜帶假金撈翻去，以為威威衝下大有鬼咁樣做係。講得你，係啊，咁都佢揾得同。咁都我講得懂。係啊，唔係講住好撚難搞啊，大佬。阿董建華就缺咗11缺席11國慶喎，有冇啲咩嘢咁大膽。料喺入面啊？你可以穿鑿附會講好多嘢嘅，但呢個就聽翻嚟就話佢上咗中國政協，講唔到落嚟。但係如果係佢係駐香港嘅全國政協副主席咧，國慶嘅日子咧，佢唔應該講唔到落嚟。往年都講喺度。但佢臨到咁大年紀，仲要孭啲咁嘅虛銜，咁啊幫咩咧？係好肉酸嘅畫面嚟啦，所以佢唔出席呢個畫面靚啲啊嗰日。係啊，因為嗰日我就早起身，我叫我秘書咧擺定張國慶酒會嘅入場卡喺我度。我早起身就去啦，行下打個冷，睇下邊個撚樣咧啲氣息曳咧就沽撚嗰啲股票。睇下邊個上市公司就睇下就係趙田雞，就係趙田雞。咁我嗰朝咧我有去嘅，我咪貼咗上嚟嘅，仲撞到阿霍之挺個後人，傾一兩偈，好難見到佢同我同年咁滯啦。佢係好冷門嘅收藏家，收藏咩？收藏收音機啊！你真係冷門啊！咁你要個屋企好撚大喎，你收撚藏世界啲新機咁多年代咁多款新機，你知唔知啊？紙粒收音機。係啊，佢係霍之挺啲後人嚟。咩霍之挺咧？就好多人咧就比較冷門啲聽到。佢1930幾年，佢淨係喺廣東省賺嘅鋪票，阿陳濟棠俾咗特權去開嗰啲鋪票，即係而家類似六合彩，都賺咗2000億，唔係2000萬。1930幾年嘅2000萬咧，等於而家一定超過1000億㗎啦。仲未計佢喺廣東省入邊所有嗰幾十平方公里嘅土地咧、鋪位咧、樓咧乜嘢。澳門第一座國際酒樓就佢個仔起㗎嘛，霍寶才，廣東銀行嘅董事長。霍之挺就係廣東銀行創辦人，同阿宋子文開創呢個廣東銀行。陳濟棠關照佢富貴，但呢個人好奇怪。你話你嗰啲喺上海就杜月笙個朵咧就好響啦。係啊。其實啲人咧佢係孤陋寡聞，南方霍之挺。出身就喺西環嘅古惑仔，最撚巴閉係西環，一把喺西環出身嘅佢，又做過收買佬，佢拍好多㗎，佢因緣際會救過啲人，咁啊識咗啲軍佬，咁啊扶搖直上，咁啊一路馬住啲軍閥，咁啊以前中國南方嗰啲廣東省啊幾任嘅省長咧都揾佢幫手嘛，所以佢係好厲害。霍家喺當年就不得了啊！佢仲可以做過古惑仔做財政部長添喎，屌你乜扮靚仔，呢個真係人物嚟嘅，真係人物嚟嘅。古惑仔都會識。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嘅霍之挺，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，但好少人記得呢個人名。好少講。我有個學生咧就係我有個學生咧就係霍寶才嘅女婿嚟，死咗咯。我學生咧就係一個大則師嚟嘅，而家銅鑼灣伊利沙伯大廈就佢哋話職㗎啦。咁我學生咧就姓徐嘅，就招商局佢早上招商局嘅創辦人之一，就最早嚟香港南下2大建築師，佢爸爸就其中一個，佢本身都係士丹福嘅建築師，佢哋嗰間建築師事務所叫興業，即係和平後啊南下嘅上海2大建築師，一個范文照。一個徐敬植，咁我學生係徐敬植個仔，就係做呢個伊利沙伯大廈，佢就娶咗霍家嘅廣東銀行個董事長個女，咁啊好撚早離婚，好早離婚，好早離婚。第一個問題。嗱咁啊，又係講開頭先就
范冰冰就藝人咁啊，後面要有人照啦。咁央視佢救咗，我記得佢救撚咗羅德成㗎。佢同阿羅德成好似走去邊位救咗我哋？阿徐景直啊，唔係阿徐和德啊。佢好似羅德成咧，同佢一齊走去參加嗰啲菲律賓嗰啲玩嗰咩個風帆啊，跌撚咗落去救佢，好撚耐啊！玩到跌落海。佢係阿鍾日傑個契仔嚟嘅。嗰個而家嗰個黃埔花園啊，就係佢改嗰個土地用途咧。佢都係香港奇人㗎，佢係最叻改土地用途㗎。原本嗰個世界殯儀館唔喺嗰度㗎，世界殯儀館咧原本揀咗地址咧就喺宋皇台道嗰邊嘅。咁後尾去宋皇台道咧有幾間廠啲好朋友咧啲地盤咧就唔撚掂喎，呢度搞殯儀館啲樓價咪跌咯，咁就揾撚咗去幫手，就行條靚路，咁就劃撚咗去而家嗰個位。係啊。咁個青州英泥咧就係佢負責發展㗎，佢負責發展㗎。有錢就好多人有錢喺香港，但係奇人就點講咧？佢係俾25萬訂喺80年代初西貢康湖居，大家聽過啦。俾咗25萬訂，簽咗10幾個啲新界佬，收咗一人唔知收3-2萬訂金嘅啫。如果佢嗰個土地改到用途咧，就定咗價同佢哋賣，咁真係改到用途喎俾佢。一改咗咧，佢成單嘢賣咗俾恒基，賺緊咗3億幾，25萬賺3億幾。但係都做好多工作要改啊嘛。當年嘅3億幾又唔同咁樣。佢係制地專家，即係改地專家。好啊，賺緊完3億幾咧，再賭第二浸，賭樓花，買撚翻康湖居，炒咗浸樓花，咁樣做人乞兒，屌佢舒特。名貴菲林，屌你！柯達菲林添做咗。係啊，佢好撚傳奇㗎佢係啊，佢都幾好㗎。佢義務幫我一個師叔咧，喺黎柏喺嘉賓都咧畫咗套即起廟啊。有陣時佢惹一單大官非啊，即係永安銀行嗰單官非佢黐咗嘛，佢走嚟揾我，另外一個大則師佢嚟揾我，咁我教咗一套化官非法俾佢，咁啊真係唔使上課。取消控訴攞翻擔保，因為佢啲細家上國撚丟架嘛，咁啊變咗好投機嘅。嗰時我有陣時就喺嗰個山頂纜車半路中途有個站噶嘛，佢啊嗰個第一個站咧一轉右手邊佢喺度住啊，我同佢兩個踎喺度睇佢成個香港喺度吹水咯。係咪唔係山頂纜車站行到中途有個第一個站停喺度㗎。落咗去行，上咗去㗎，上咗半山嚟㗎，係啊。咁有陣時係 call 佢上去飲啤酒啊，食滷味咁啊，講風花雪月咯，講下佢同老婆啲嘢啊，又點啊咁。往事如煙啊真係。